如係心理學或者心理治療呢個話題咧，其實喺香港今時今日其實係一個可以係一個好熱門或者大家越嚟越關心嘅話題。點解你會開始對心理學，後期有對心理治療有咁大嘅熱誠，花咁多嘅時間去學習呢件事？我諗翻我小學嘅時候咧，好中意嗰陣時冇乜娛樂噶嘛。係。咁圖書館裏面咧好得意嘅喎，我得兩種書會睇。係。一種就係中國歷史。係。一種咧就係啲異性之間，即係冇計我細個已經去感情。係啦。兩性嘅話題係啦，男女之間。正常，好正常。係啦。嗰陣時有啲書籍佢好簡單，圖文並茂就話譬如我見到個異性，佢初頭俾我一個印象係咁樣嘅時候，往往係原來真實係調翻轉嘅。係呢個係講緊女性咁樣。咁嗰陣時就好有興趣睇呢啲書。了解異性嘅心理啊，異性好多行為背後嘅諗法係咩？所以我細個同啲女同學相處都比較好。好，已經做咗呢個研究。係啊，好。所以嗰陣時可能我已經自己唔覺，可能都對啲心理學有啲興趣。後尾都好順利啦。我畢咗業之後，其實即係我嘅本業係個職業治療師嚟嘅。係。工作經驗啦，其實80%到嘅都係關於精神健康。因為頭先我哋講到職業治療呢個範疇嘅香港，其實有冇話分邊幾類係你接觸得比較多嘅？職業治療本意上，我哋就係幫啲人去盡量獨立可以做翻佢想做嘅嘢咁樣。咁但係就好多範疇嘅。咁我自己臨床經驗比較多，就係當然就係精神健康方面啦。精神健康譬如抑鬱症，而家都係全球第2大嘅疾病啦，好大機會2030年都會成為第1大嘅疾病。咁隨住呢啲數據出嚟嘅時候，開始而家市民都會留意到，其實一個人佢嘅功能啦，做唔做到佢嘅職業咧，其實好多時話原來同情緒健康係好大嘅關係咁樣。當你講緊一個人有情緒問題嗰陣時，譬如第一有冇話分邊幾大類？第二咧，譬如之前同你一路傾開偈就知道因為你自己其實呢幾年最受益嗰樣嘢叫做原認知治療，係一個源自於英國係咪？你自己嗰個學派係英國開始翻嚟，而且係一個係可以好臨床參與治療，而且非常之有療效嘅一種咁樣嘅治療方法。第一咧就係話情緒呢樣嘢咧。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啦，係咯，正常我哋每個人都有起跌，冇錯，係咯，係啊。譬如我哋中國人，我哋講嘅7情6欲啦，其實喜怒哀樂悲恐驚啦，係本身情緒咧就唔應該太過定義係正面情緒、負面情緒，係佢就係生活嘅一個層面咯，冇錯，即係佢就會表露出嚟咁。就好似Leo 嘅話齋，就好似一個鋼琴上面嗰啲琴譜咁樣，係咯，佢就係起伏不斷好似波浪咁樣出現。冇錯。不過好多人唔明白一樣嘢，就係其實關鍵係嗰個調節嘅能力，因為我哋嘅人係會有個調節能力嘅。係，但係有部分人咧，佢就唔得嘅，佢就會越負面嘅諗法咧，佢會不斷去琢磨啊，俗稱就係無限 loop 咯喺度。係咯。咁其實頭先講起原認知治療咧，點解我會隻身去英國取經啦？其實就係2018年嘅時候，咁本地有個媒體，佢就報道咗英國有個護士，一個普通人嚟嘅，咁佢嘅職業係護士，咁佢有個未婚夫啦，咁有2個小朋友㗎啦，咁佢哋都諗住真正咁去拉埋天窗結婚，不過個護士咧就係俾同事有一個長期嘅欺凌，咁就有嚴重抑鬱。咁最終咧就佢都係選擇咗輕生咁樣。咁呢件新聞啦，就令到我好大感觸啦。即係我諗，我會同好多市民都會諗一個問題。係咯。呢啲正面嘅事情，難道唔可以蓋過啲負面事情咩？咁樣，但係佢就係唔得。係。於是乎，我就2018年啦，去咗英國，其實去咗幾次嘅。咁我總共用咗3年嘅時間，咁就攞咗呢個原認知治療師嘅資格。咁我都榮幸啦，都係成為第一個華人去正式攞到呢個資格翻嚟。佢話所有情緒病嘅患者咧，佢都會用一種叫做 CAS，咁我哋中文叫做認知注意綜合症狀，就係一個習慣一個模式。係。佢就話佢講咗3樣嘢，佢話所有情緒病患者都係咁樣做，以致嗰個情緒調節唔嚟嘅，只會越嚟越深。咁咪邊3樣嘢咧？其實第一樣嘢就係一個叫做擴展思維，包括我哋會喺過咗佢嘅負面事情咧，不斷去 loop 啦。譬如我點解考試失敗咗啊？點解我受到欺凌啊？點解件事我做得咁差啊？去諗點解？因為佢覺得好唔公平，點解呢件事淨係發生喺自己身上邊，其他人好似未有呢個經歷。
佢就想揾出一個原因答案。咁另一個咧就叫擔憂，就係你預測嘅可能會出現嘅失敗啦、危機啦，同埋一啲威脅。而第三種就更加有趣啦。第三種咧就係一系列嘅一啲我哋叫做似是而非、非功效性嘅一啲嘅行為應對啦。例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有一樣嘢，我哋成日覺得情緒唔好嘅時候會做係啱嘅，就係咩咧？就係不斷去分散注意力。原來咧刻意當有負面情緒嘅時候，我哋講緊高劑量啦，每一次我哋都去分散注意力啦，或者去一啲叫做尋求慰藉啊，甚至乎依賴物質啊，逃避處境啊。原來通通呢啲咧表面上好似係舒緩到，原來都係唔好嘅喎。咁我學咗原影之治之後咧，我就知道點解啦。原來我哋咁樣做咧，其實就不斷教翻自己個腦，就係話負面情緒好有殺傷力，好係點解？所以一出現嘅時候，我別無他法，我一定要只可以逃避啦。係啦，逃避啊，分散注意力，我梗要為佢做一啲嘢。原來呢一個嘅步驟咧，係會令到一啲負面諗法嘅威力咧係越嚟越大，越嚟越大。我喺醫管局最尾工作嗰幾年咧，做好多戒毒服務啦。其實物質濫用啊、吸食毒品嘅人咧，佢正就係好多時有啲挫敗啦，有啲負面情緒嘅時候，佢就用一個最懶惰嘅方法，就係用物質喺肉體上令到自己好似逃避咗。咁但係當我哋講緊一個人有情緒已經去到一種情緒嘅困擾嗰陣時，好多人喺生活裏邊其實潛在都有呢一種嘅傾向。爭在會唔會有啲事件或者有啲特別嘅情況觸發咗呢啲嘢出嚟 ？Cass 嗰啲頭先講嘅唔好嘅思維應對方式咧，原來嚟自邊度咧？就係嚟自原信念。咁原信念咧，其實關乎於就係我哋對思考模式或者對思維策略嘅信念。原來原信念我哋有分兩種，一種係叫正向或者叫正極，但係唔係代表正面喎，係啦。另一種叫負極，咁或者我先解釋少少正極原信念係咩啦。咁正極原信念好簡單嘅，其實佢就係話你以為某一種嘅思維方式係有用，係幫到你，係以為係啦，以為幫到你嘅。但係當然我哋嘅答案就係唔係啦，係咯，係。其實大部分患者佢即使有少少改變咗，覺得自己都唔係咁失敗都好咧，佢一樣會下一個月或者下一年因為第二種壓力咧，又再嚟過。原來就係因為以往嘅治療，我哋冇去處理到原信念嘅東西，未去到呢個層次，冇錯，呢個位。原信念嘅第二面咧就係負極原信念。咁負極原信念其實都係一兩個字都可以講得晒。其實就係不能控制啦，以為不能控制。譬如有一種嘅患者咧，你去問佢可唔可以諗少啲啊？擔憂少啲咧？唔可以啊！唔可以嘅，冇可能啊！冇可能啊！100%話俾你聽，就係咁危險，或者呢件事就係咁複雜㗎啦。點可以唔諗咧？咁樣呢個咧就係廣泛焦慮症，佢個負極原信念咧特別重嘅。咁負極原信念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話我不能控制擔憂。其實最終極咧，我哋係會將對應嗰個患者嘅原信念咧，係100分嘅話咧，可能佢已經係俾80分、90分相信嘅話咧，我哋係要降到去10分嘅啫。好低嘅要降到。即係咁樣降，佢就嗰個治療效果就明顯啦。冇錯，同埋唔會翻發。唔會翻發。其實首先譬如20歲去到30歲呢個群組啦，我係表達好係一個好大嘅憂慮嚟。而家呢個世代同我哋以前有咩唔同咧？有一樣嘢好唔同，就係資訊太發達。佢哋長期喺可能社交媒體啦，或者係一個大世界，佢處理嘅信息非常大，非常多。裡面有當然都不乏一啲負面嘅資訊。佢哋會有好多嘅焦慮啦、擔憂。而佢哋因為我哋現時嘅教育制度咧，我哋係冇從小去有一啲嘅，喺中學、喺大學好少專門課題去講呢啲。咁所以現今如果譬如本地20至30歲嘅年輕人，而我臨床見到咧，我發覺就好極端嘅。所以而家嘅年輕人咧，我就都會同我唔同嘅朋友啦、拍檔啦，希望用唔同嘅方式，包括講座啦，包括可能會設計一啲 Apps 啦，因為年輕人好多時都用手機咁樣，甚至乎將來可能會因為我都傾緊去發展一啲嘅
微型嘅動畫啦，希望啲年輕人可以吸引到佢哋睇先啦。係。其實 cast 咧係一個叫高劑量嘅思維模式，燒腦簡單嚟講就係燒腦嘅。講一樣兩樣，俾大家生活層面可以幫到我哋，慢慢將呢種高劑量燒腦嘅嘢可以暫時放低。分享3件事啦。咁第一件事就係而家經常都有講嘅 me time 啦，適當嘅曬太陽咧係可以改善抑鬱嘅心情。咁所以我哋有時可能就算幾忙都好，可能每個星期都花半小時揾一個自己感覺舒服嘅地方，有個 me time，最好有少少太陽曬下，呢個都已經係可以已經舒緩咗好多，舒緩好多㗎。同埋當你咁樣嗰陣時，其實多數都唔係太諗嘢。冇錯，係啊。第二樣嘢就係我諗係一個意識係好緊要 ，awareness。咁都成日覺察，一個覺察喺言知方面嘅覺察自己有冇一啲 cast 嘅模式。其實有1、2樣嘢好簡單。會唔會好敏感啦？個人發覺可能對身邊人講嘅説話啦，或者一啲嘅資訊啦，個人個反應咧係太過尖鋭，或者太過即時俾一個好強烈嘅反應出嚟。冇錯啦，呢個咧自己係需要注意嘅。我哋叫監察威脅啦。咁呢個係一個 cast 嘅其中一個嘅元素嚟㗎嘛。咁第3樣嘢我想分享咧就係叫做神詞活動。神詞係啦。咁呢個神詞活動咧其實好簡單，其實可能都成日都問翻自己有冇一啲活動係你重複去做。旅行當然都可以係啦，不過唔止一個條件嘅，佢有4個條件。除咗重複你自己主動去安排去做之外咧，就係嗰個活動嘅時候咧，你嗰個正面情緒咧唔係就係快樂咁簡單，而係去到個詞有關啦。就係奔馳嘅狀態，忘我嘅境界，快樂不知時日過嗰種狀態，而且係持久嘅。即係話完咗個活動之後咧，你嘅心情咧仲可以暢快多1、2、3日，一路可以維持。冇錯，維持。而且你仲會為咗嗰個活動背後嘅一啲嘅知識咧去鑽研嘅。譬如煮嘢食，就算你屋企人話你煮得唔夠好食，但係你都係會研究嗰個學問㗎嘛。某啲活動咧，就係你嘅神詞級嘅活動，就係最高級、質量最高㗎啦。係啦。我哋成日都講心流，其實就係講緊你去到個狀態，忘我啦。冇錯。你係好享受啦，同埋你係一種可能係付出嘅狀態，但係你感覺到你自己係一種能量嘅流動，或者對於已經意識到自己 cast 方面，的確有呢個情況嘅人，有邊個角度或者有邊個線索，我可以開始去解決呢個問題。每一日瞓醒之後咧，你欠缺一個感覺就係精神爽利。1個禮拜喎，連續1個禮拜，你發覺瞓醒都好似昨日嘅負能量啦，所謂都仲係揮之不去。即係一路嘅能量或者成個人嘅狀態好似好低，一路都好低。呢個咧就已經係需要注意。一日每人都係得24小時，但係你嗰24小時裏面，你會唔會花咗起碼1半嘅時間去從事一啲咩嘢咧？就係 cast 裏面嘅嘢。會唔會係不斷思索啦、擔憂啦，或者將啲時間去威脅監察啦，甚至乎會唔會係從事緊一啲可能係匿埋自己啊、逃避處境啊，甚至乎去不斷要去揾個目的，要去揾一啲遺跡啊。我好建議去睇一篇咧，就係我自己嘅網站裏面有一篇咧，就係14個都市人有 cast 模式嘅表徵嚟。如果嗰度都發現自己咧，起碼中咗一半咧。咁其實都幾明顯，自己係採取緊一個 cast 嘅模式。不過唔使擔心嘅，因為 cast 咧係有得揀。我最近有一句説話，我比較喜歡講嘅就係情緒問題或者情緒病，其實係一種騙案嚟。騙案嚟。點解我會講騙案咧？因為好多人佢以為自己，哎呀，我真係可能情緒出現咗問題啦，有病啊咁樣。因為 cast 咧係我哋主動去揀。如果我哋唔用 cast 嘅模式咧，其實我哋人咧係有一個自然嘅情緒調節嘅功能，就好似你界選咗，你稍作處理咧，你啲皮膚自己會好，自己處理到情緒一樣。所以一個治療方法即係點樣拆穿呢個騙案，拆穿呢個騙局，揾到呢個 cast，去用一啲方法咧去消除佢。呢個亦都係我哋言知治療做嘅東西，其實就係咁。如果大家覺得有意思嘅話咧，希望大家繼續 follow 我哋嗰個 page 叫做香港1001頁。多謝大家。